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今仔日疫情的警戒降落来2级，中部各宫庙开放予香客会当入庙来拜拜。台中的镇南宫入到庙内人数未当超过99个，嘛无开放抽签。这个香客若要跋杯，迄个杯就要家己走到现场。啊，这云林北港的朝天宫为了要控制入庙的人数，伫咧50个以内，所以香客伫咧入庙进前，就要挂迄个出入证。南投第3个指南宫只会当伫咧拜亭来祭拜。啊，那苗栗的玉清宫嘛咧落实着防疫的规定，就要挂喙罨磅体温。也毋过一透早，有民众无挂喙罨，马上就互工作人员赶出庙。一位查甫人无挂喙罨，直接行到苗栗玉清宫内底，想要举香拜拜，随风阻挡。宫庙总算会当开放，工作人员要求香客爱洗脸者、量体温、专程挂喙罨，而且嘛爱管制人数。怎么控制？刚好50个来，我们有，总店是用那个样法。台中镇南宫同款的量体温洗脸者，庙方讲因为庙内底有天井通风，申请上侪人会使到99个人。不过是爱挂喙罨，而且无开放抽口啊。民众爱家己早杯来拔，真侪规定，不过会当来庙内底拜拜，民众已经真欢喜。有拜有保佑，就是会比较心安。云林朝天宫的民众爱先挂这张出入证，摕到以后民众真欢喜，讲家己一透早就来排队。啊，是阮囝要入伍，伊咧屏东要去海军陆战队，啊，所以讲顺路带来遮拜妈祖婆。不管是平常时或者是休困日，拢有真侪人的南投指南宫，要是无开放予香客入去内底拜拜，想要拜，敢若使伫拜亭野香拜拜。庙方估计第一天至少会有3000人，嘛要呼吁民众爱记得保持社交距离。